各位兄弟平安。咱礼拜吼，你要开始哦，请大家准备心。奉献的茶啊，放在第二个条仔后壁面哦，请大家自行哦，放落哦，用感恩的心来奉献。
万军的耶和华啊，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这是咱谈心来念上帝的十条诫，来告白咱的信仰。请看信息的头前页的第11页，咱坐声来念。上帝的十条诫，第一诫，我以外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毋容用别个上帝违背我。阮法的，我跪伫伊的罪，到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互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灿烂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灿烂称伊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着按许你守一圣，6日应该着活，一切工独第7日，就是用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女婢、精师，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厝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地中的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我叫你做日之做事。第5诫，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儿子伫耶和华你上帝所赏赐你的，拄着久长。第6诫，当害死人。第7诫，当害。第8诫，毋通偷听。第9诫，毋通做狗的工人，干你的厝边。第10条诫，一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萝卜、女婢、驴，以及你厝边一切。这是请大家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权能永活的上帝。伫全世界有足侪国家的政治动荡不安，加上疫情无法度控制，阮心神虽然惊吓不安，毋过阮相信信靠你的人，你要引带甲保护。伫这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感谢来阿罗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亲爱的主，即马这肺炎的疫情离全世界扩散非常的严重，死亡足侪人。台湾即马嘛有Delta病毒的伤害，求主会使赦免阮人伫地面上的罪，求你怜悯阮，除去遮的所有的病毒对阮的伤害。全能的爸上帝，也求你怜悯阮，脱离遮罪的偷棒，伫你的厅内面，咱有望，无论阮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拢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阮要将你的话记伫咱的心中，诚侪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教会中若是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伫病院的人，求主医治伊。互伊得到健康，若有人出外，你国外的，求主赐因平安。这是也为着教会牧师甲事工来祈祷，求主赐因有智慧甲力量，互主来用。也希望教会嘛使做一个有见证的教会，恩典满满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这是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赏赐阮的国家的执政者。有够压的能力来处理这疫情，这是愿主的圣灵临到咱的心中，互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听的甲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要请圣歌队来阿罗上帝，歌词印伫周报的头前的后底。
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咧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19、21节。伊台语和日本的圣经是796页，啊，若是无荧幕内底嘛有吼，显着还是有看着，来我来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19、21节。耶和华安尼讲：你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胆未发现，你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山内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道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拣的啉。即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以上，这是要请蔡崇义长老来分享，伊的题目是报扬上主的恩典。耶和华讲，我要给恁做一样新的代志，我就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非常感谢你。虽然台风已经来，但是不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仍然到你的面前侍奉你。做过你班长教过我一切敬拜是完全用心灵跟诚信。我们所有的敬拜是圣灵的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将我们的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大家平安。台风无来，感谢主，互咱还可以当唱到圣歌队。今日圣歌队，我足感动，因为圣歌队代表咱奉献予上帝，这是真水的代志。咱用诗歌、用学乐、用敬拜、用所有圣经上帝话语，每一个伫上帝面前，咱三个来服侍伊。请你甲隔壁讲平安。平安。毋通爱唱哈，爱保持社交距离。上帝感谢。咱今日保养上主的恩典。咱起首歌本来叫难得来吟诗，吟诗学乐耶和华，即摆改做难得来吟诗，吟诗学乐主上帝，拢相共。上帝一个，咱的阿爸爸。伊是Lord of King， 伊是万权灵所有、万富所有，伊是咱阿爸爸上帝。咱爱保养，随时保养伊的恩典，虽然保养有伟大啊。咱每一个人有受到咱每一个人所做，每一个人事，伫这 COVID-19， 咱在台湾经过3个月，即摆搁向 Delta 来，紧张呢？你毋是讲袂紧张，会紧张呢？才讲毋知传话先做安怎咧？感谢主，台湾人有一步好，你看台湾足乖。毋若安尼尔，今仔日咱副文长了，佮内面佮甲挂一个喙篮，互我讲话较好讲话。咱台湾保护我足调的，保护我足调的好处是伫对呢。咱别人煮一煲的时啊，佮确认一大堆咧，咱安尼保护足调了。咱安尼昨天嘉玲佮倒来啊啦。总是我无好人，咱即摆要嘉玲其实足困难的，因为加减有寡感染，但是咱保护真调。咱疫苗若覆盖率有调的时阵，台湾是一个足安全的所在。总是咱想到这样事的时阵，咱来想看卖。加通过上帝话，以赛亚大先知甲咱讲安怎？又安怎讲？你毋通纪念，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你们也不要思想古时候的事。上帝毋是甲咱讲，你拢爱完全袂记真哈。像咱老人来讲安尼，咱若食老见讲过去啊，看到便所就去，看到电视就吓去啊，看到门床困袂去。咱毋通亲像每一个人咧讲，较受到疫情，疫情是一个回忆，总是咱不要迷恋它。上来，敢若伫疫情的时阵，你莫思念这个事；要来准备这个讲道的时阵，我突然间咱最近的电视真足靠名，就是汪启慧嘛。汪启慧得到世界3大奖项中，已经得到2项啊，伊本来就要得到诺贝尔奖。伊要得到诺贝尔奖是平安得到奥运的金牌，搁较有名。这是汪启慧去用追杀的时阵，有人替平反无？我第一遍替平反第2只，伫109年旧年的4月，本来是我替平反是搁开记者会，
为着咱真侪外国的学者讲啦，COVID-19 有较暂缓了，因会倒来。第二遍体平反，是因为阮的利益输送这个物件拢已经解决啦，是样足趣味的代志呢。你知叫做法定，啥物叫做利益输送？法定是王启慧伫美国发明的物件呢。伊美国本来就一个奥提嘛，一个公司的，伊个公司搬倒来台湾了。伊公司一部卖互人，一部搬来台湾，叫做浩鼎，是成立一浩鼎公司，所以本来就有股票啊。然后伊将伊的技术无条件献予中研院，无钱的嘛吼。中研院再搁卖予浩鼎，啊卖予浩鼎，伊讲伊卖予浩鼎，讲用检察官起诉讲用4折的价钱，结果吼，4 food， 迄叫做4倍啦。伊卖予好定用4倍钱卖予伊，结果总你个检察官甲法律讲4折，安尼叫做图利。啊，有图利，图利中研院啊，1倍就好啊，伊卖4倍，结果比讲4折，啊，怎甲起诉？起诉了，迄个法官讲啊，盈利哪会遮差？法官咧开庭讲啊，你是看清楚无？迄叫做4倍呢，不是4折呢。检察官咱硬讲离啊，啊，甲讲啊，你起诉的理由是什么？啊，讲咧，讲9条，讲到无一项对的。因为伊伫美国发明一个发明，甲台湾即个发明是无共款的，一个叫做咱若讲1号好了，一个叫做2号，伊卖是卖2号，结果伊甲起诉1号。啊，人讲哦，先生你都明明你有前5张，啊，人伫美国公司转过来啊。甲咱讲一句是，我免费送互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卖予即个浩鼎。啊，照你讲吼，我直接卖浩鼎就好啊。我送互中央研究院，佫有钱，佫有持股。啊，结果叫起诉，啊，尾也判无罪啊，判无罪。中华民国足少讲判无罪以后吼，选直接吼，连上诉都毋敢上诉，讲大家讨论落来讲，啊，这上诉期嘛足闹开的。因为伫咧开庭，法官就直接甲洗面啊，啊，讲即个原文你就看无。我想我咧无代志，我就替伊开即个记者会。开即个记者会了，第2遍，佮讲要甲罚钱，讲你利益输送。叫查查讲啊，头利益输送，迄本来就是美国的财产，啊，佮甲撤销啊，啊，结果嘛是甲判一个申诫，啊，为着我开第2遍的即个平反报告。毋单咱讲一案3查，蔡崇义一案3查，哪有3查啦？迄本来就无共款的，都反正要甲你抹，我就抹。那想到你要想到过去的代志哦。对管中明案啦、吴茂坤案啦，吼啊，啥物石木清案、翁茂忠案，啊，这汪启辉案吼，迄报纸拢会当甲报2、3个月，我无要出名嘛，歹出名。我的后生嘛是受难，被害人变成加害人，总是上帝公义袂？我相信上帝有公义，我的心足平静的。伫这个代志的中间，最近开始咧平反啦。伊讲蔡崇义监委这个人替汪启辉咧平反，但这个代志已经一项代志咧讲出来。总是放心无？监察院中间，迄个监察委员苏东是伫中国时报时阵追杀余灿案的人，即摆是追杀汪启辉，总是袂当放心吼。蔡英文总统甲提名，所以我也袂使怪啥物人。我伫这项事的时阵，我就发觉讲，咱有足济。当你要伫监察院做一个行公义、行公义、好怜悯、慈悲与上帝同行，难不难？你的心中要足大条。最近中秋节啊，较侪阮的同学来看我，定来讲蔡崇义，你怎么顶得住啊？每天报纸这样骂你，我甚至我出个没3档啊，每天这样骂你。你本来在思考，这是99.6极佳的法官。极佳哦，毋是佳呢啊！极佳法官是99点，啊，结果去啊，但是互骂3档，骂3年，你顶得住吗？我讲很高兴啊，他们喜欢骂就骂。基督徒有一个特色，12章，罗马书12章19节呐，不要自己申冤呐，申冤在上帝。法官有一个法院就是在法官不语，你怎么骂我，我不会跟你回嘴。想到主耶稣基督。他比我的凌辱更大，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最大的耻辱，他都接受，我算什么？你怎么骂我，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跟主耶稣基督比起来是非常小、非常小的，连保罗先生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那我算什么？
我难道不是罪人吗？我在你面前没有比较圣洁哦，我是个罪人。我们真的是要慢慢去看这个人，马偕医生，他整个3代都为台湾在服务。马偕医院很赚钱呢，彰化基督教医院也很赚钱呢。咱特别医师的彰化基督教医院，还有一个玛雅各医师所开的，也叫看西街教会，现在改成新楼医院。看西街医院现在改成新楼医院。新楼医院现在已经没有赚钱了哈，因为已经被外面瓜分掉了。但是马偕医院还是很赚钱，彰化基督教医院还是很赚钱。马偕医院每次改选董事长，每次改选院长的时候，都要到法院去改选。他的孙女103岁，那个接玛丽嘛哈，接玛丽过世，接玛丽今年啥关呢？你什么人？应该是迄个余波的一个叫什么？叫遗祖，高保祖吼，叫高保祖。你看伊死讲一句话呢，一个人讲福尔摩沙我的家乡，伫加拿大，一个人安尼倒来台湾，做遮济工课。甲留一个名尔，人家记了伊叫做马街，无摕到一项物件，无留半仙钱，是讲我这董事长马街变我的，我一当直接当摕几啊亿，没有。死，这代结束105当对台湾3代付出伊的疼，甲讲一句话：福尔摩沙我的故乡，甲咱台北医师伯仔囝共款。伊听台湾的心，迄就真正听。伊袂记讲哦，好，我安尼，伊要死就讲，你要看我到台湾结识偌济，我做偌济好工课，无。伊讲，咱要用啥听？福尔摩沙，我的故乡，我无要摕任何一角字，你拢上帝的。伊所奉的拢是互上帝。我老实咧讲，兄弟啊，咱咧袂记你背后，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忘记。不是说我们将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都忘掉，而是我们不要一直看后面，要往前跑。我们那个阮迄只大只高山啊吼，就爱唱迄首迄个冰雨奇缘迄个 Let It Go，Let It Go，Let It Go， 吼，伊就爱唱迄首。敢若讲啥？过去的代志都过去啊，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让它过去吧。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求迷恋那个过去。我当然，如果你要迷恋的话，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我想想看，我这一辈子，我也曾经年轻过呢，也曾经穿一个白色风衣，走在那个女师专，现在改成叫做什么台北科技大学还是什么，走在女师专的那个他们的宿舍外面，女孩子还会跟我吹口哨呢。想当年，现在我吹口哨她都不听呢，穿个风衣白色去那个西门町买的200块。穿着那时候还瘦，不像现在这么胖哈，瘦穿。想当年在练声乐的时候，还可以唱到2点7耶。现在唱的声音哦，人叫做高声去食后，无提声。不要紧啦，小可对人要我唱八女，你也无嫌就好啊，我就罔唱。但相对的是要奉献给上帝。咱要未能过去时阵，不管伫书啊，你不管伫书啊改时阵，人甲你风评是一个风云人物。结果到监察院来叫美死当啊！这到底是啥物？伫上帝面前，咱感觉这足正常的。因为你为着行公义，你本来就是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咱若卡说干那咧沉溺过去，我过去安怎？我过去偌高，我过去啥物？恁这少年的吼，拢无咧认真做工。你讲我过去安怎？我过去做足侪工课。不要忘记耶，当你沉溺过去的时候，你是局限上帝的作为呀。上帝给你这么大的作为，他要给你这么大的视野，结果你呀还在沉溺于过去。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啊！如果真的在过去，我一下就解决掉了。我们大学1年开1间教会，开拓1间教会，我们就离开。我细数我这一辈子，我的太太这样跟着我走。我跟太太走一下哈，我看无我讲的话就歹势哈。我的细数我们。也已经经过10几间教会。说真的，我们好像没有根的感觉，所以我希望从中兴教会是我的根。
我跟上帝有个约，当我已经闭上那一刻，我希望看到中兴教的大复兴。阿门。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该不该讲，我还是讲好了。本来我拜托吉安丢勒下个礼拜替我讲道，因为我准备去大修西亚给。我做完政治摄影，政治摄影你们大概都知道吧？做完政治摄影，结果我一直跟上帝讲，上帝你跟我讲，我每天就摸着我的身体祷告，上帝你说给我看到一个梦，你看到一个意象，我的眼睛要看到中原教会的大复兴。什么时候？你现在不能把我拖进去，让我眼睛就睁不开了。我要看到中原教会的大复兴。政治摄影出来准备开刀的时候，一直跟我讲说：“蔡委员，奇怪，照理讲政治摄影会有很多点，你那些点不见了呢。”但是还是有点啦，我不否认。那个迟早要拿掉，但是已经我们再观察看看了，不必那么急了。我们下个月再来做 CT， 再来看看。好奇怪。理论上，我几乎每一年都有做政治摄影，怎么这么多的什么政治摄影就打那个葡萄档案嘛，这么多的点慢慢，怎么都好像不见了。我说，等到开始发的时候，大概我们中间教会在大复兴的时候就全部发作好了，那我就走了。但是我还没有复兴啊，你不叫我现在要走啊。所以吉安，对不起啊，下个礼拜还是我讲道好了，因为我要跟他们讲，我有一个梦。连续2个礼拜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梦。COVID-19 造成多少家庭的阻隔啊？那时候我们规定一个人只能住一个房间呐，有一对夫妻呀，2个已经结婚50年了，将近50年。2个各住一个房间，他先生从国外回来传染给他的太太，他先生一直觉得说很抱歉，我竟然传染给我的太太。COVID-19 阿尔法刚进来的时候很严重他在那边在接受治疗，他先生一直在说，我对不起我太太，我对不起我太太。可是一个人只能够1间的房间呐，他每天都问护士说我的太太怎么样，我的太太怎么样。中医指挥中心开放，说家人可以同住。他们一直讲，我太太能不能跟我同住？他们去评估看看，说，可以哦。突然有人跟他讲说，他们2个刚好是金婚哦。医院就替他办一个金婚典礼，把他带穿婚纱，给他送到2个，好像送到动完是送到病房，住同一间病房，送到病房。他终于，他先生一直哭，跟他讲一句话：老婆，我终于看到你了，太太，我终于看到你坐在第2排了。老婆，我终于看到，这是我们不明的过去我不对，我传染给你，但是我终于看到你，这是上主的视野。这句话很漂亮，很漂亮，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须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多美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心里有那个坎过不去，谁对我不好，谁怎么样，这个坎永远这辈子就在那边念着，过不去这个坎。我们要跳过这个坎啊！不要看它，上帝会替我们开。为什么是新事？什么叫新事？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才叫新事嘛。上帝会替你的道路前面预备你的道路啊。那是新的事情你会发觉到上帝非常的爱你替你做一件新事我今天早上来停车，就刚好在曹庆兄的后面伊看到我本来有一位足大位的伊要停伊在车较大台，他要停下去其实后边还有一位啦，其实我停后边会使，伊讲看到我，伊唔知安怎看转身开走了，讲伊要留我停。我想要甲交代，讲有人要停这位，我都停后边向个，我来洗入去，一做开走，我就歹势我若要甲载，我就离开远咧，莫互伊感觉讲我的车伫后边。伊做看到为了伊才做开走，要我停。我就歹势啊！我都一直甲等，我讲，毋知停有无？多看一部，可能停有啊啦我看伊停足久的，足久的等个入来。你这感动。
伊伊紧驶走，啊要去位到法庭，我以为吼，实在是吼，你台车停较好啦，我车无遐大台啦。啊，但是相对的，你会觉得说什么？你无位的时阵，人替你找位啊。上帝永远在看着你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吗？谁得罪我？这个事情怎么这个样子？有过不去的坎吗？上帝永远在看着你耶，他替你开江河哎。当你没有水喝的时候，在沙漠你渴得要死的时候，上帝替你开江河。在你旷野的道路，野兽那么多，随时可能遭受侵害的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哦，上帝在旷野给你开道路哎，多美的一件事情哎！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呢？上帝永远走在你的前面呢，上帝在看着你耶。他说：“我的孩子，你不要怕，你进来我这里，你进来我的怀抱。你为什么拒绝呢？你为什么不给上帝进去你的怀抱呢？就像那个亚比斯，我们有一阵子大家非常熟悉亚比斯的祷告。因为说祷告，他是一个不受重用的人，是大家不要的人，他是受灾难的人呢。但是那个祷告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这句话。他说祷告啊，愿你赐福给你，扩张我的境界，让我的视野扩大，我不是局限于中央教会哦，100个应该够了啦，不要太多了，太多不好啊，人越少越好。我们周遭有几个教会的人哦，是真的越来越少，这我们对得起上帝吗？你说人多不代表教会复兴，那我问你，那人少呢，就代表教会复兴吗？我们爸仔囝这4人的中间，都是到教会去，然后他长大闭幕之后我们就离开，我们没有跟呢，我们从来没有回去过。我们大概唯一回去比较多的是过过教会，因为那边是亲戚啊太多了，啊个基安你常常你往甲糟蹋吼，所以我们经常回去。啊，你我若无对，因妈妈足够催粿，因粿都无法食的，所以我都拄着，我若无对都袂使，无粿通食吼。那相对的，我们为教会一间一间在建立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感动的。我们每天都祷告，我离开的时候，那个教会能够得到复兴哎。我们不希望我们走的时候，那个教会是衰退的。那时候我听到他们衰退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再回去看。我湾里教就回去3次过。为什么？气度我回去2次。不可能他们在衰退的时候，一边在建堂，我就赶快再回去帮他们，因为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使命。我们要在旷野开道路啊！神会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请你记住，我再强调一次，神会扩张你生命的境界。你不要以为我是没有用的人，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大概只能够寄望下一代，我会在神的眼中，你80、90岁还是个年轻人。我是用阿祖，你嘛算少年呢。我你莫想讲你做阿祖呢，你嘛算少年。你叫阮义父嘛才少年。你南北记住，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小孩。你想想看，当你是老父亲、老母亲，你看到那个70、80岁的阿公跟人家在玩那个橡皮珠，那个90几岁的阿嬷出来拿藤条打他，他还跑给他追，而且跑得很慢，让他故意追到，然后打他。你说你怎么跑不赢他？他说我不能跑赢他，我跑赢他，他会认为他老了，所以我就故意跑输他，让他打。我们永永远远的在父母的心目中，我们都是小孩。这4年来，其实是我很难度过，因为以前我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可以听我唠唠叨叨讲话，这4年来我没有呢。我每次讲给我太太听，我看她听的耳朵都长茧了，因为有时候心理上有话你不得不讲啊，不讲是很痛苦的。就像那个神父啊，礼拜天轮不到他讲到，他就去打高尔夫球，每次一打就一杆进洞。哦，今天怎么那么厉害？连续打了10几杆都一杆进洞，球场大风洞。一杆进洞不简单呢。他一杆进洞听说都要大请客。什么？一杆进洞，一杆进洞。那个魔鬼跟上帝讲说：“你看，你的神父礼拜天不去做，礼拜去打高尔夫球，你还给他一杆进洞。”上帝说：“你就等着看好了。”
等他回到礼拜堂，他一直跟人家讲，我今天有10几次都一杆进洞哎，他不能讲啊，所以看到人都不能讲。陈如你这个礼拜去哪里？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能讲一杆激动。或背在心里是最痛苦的，不信你去看看。今天礼拜天你不去做礼拜，你去打高尔夫球，每次都一杆激动，你回来你也不敢讲，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哎。所以相对的，什么成就是什么心事哎。记住哦，成不是那些成年老丈跟你在换那个旧醋坛子，没有哎，他跟一些新的事情。能够心意换心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自己耶。你的心意在更新呢，你每天在更新自己。每天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刚开始我儿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好痛苦。我说上帝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声音告诉我说，当我允许的事情，难道不应该吗？你这辈子不是太顺了吗？总是要一些挫折吧，这样才公平嘛。一辈子都那么顺，我信上帝一辈子就很顺，那我想这个不是上帝耶，这像菩萨啊。当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教导我一件事情，你就完全交托，你就完全交托。我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去做，你完全交托，上帝自然会替你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每一个人说，那他为你的水在磐石中，你看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没有水在那边叫，我们很会埋怨呢。没有水喝，你带我们出来干什么？我们在埃及好好的，你就带我们出来，我们会不会？我这个工作，上帝怎么突然叫我换这个工作？我换这个工作，这个也不顺，经理每天都这样欺负我，我真的是上帝，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这个工作好好的，你叫我换这个工作，这个怎么对呢？上帝要给你很多东西，他给你新的东西，为什么？摩西的杖一打下石盘就流出水了，而且是甘甜的，是你喝不到甘甜的水。我们最近听说11月6号有某个小姐要结婚，某个姊妹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是谁，等一下她自己承认好了。刚才我问她说，她先生要回来台湾哦，看我们能不能多赚一个人。我好高兴，我说可能我们那个婚礼会把你几天，非常的带一个罗马的歌，romantic，你放心好了，我们会让他们感受到教会里面充满是爱，心事，什么叫心事？上帝为你所预备的心事，他为你成就这件心事什么？让你一辈子思念上帝的心事，你的一辈子都有上帝跟你同在。在一个婚礼中，一个女孩子，一个餐厅中，她进入餐厅看到一个男孩子，是我的菜，这个男孩子不错，看起来好像在相亲，突然坐下去说，你是王阿姨介绍来要相亲的吗？那男孩子说，对呀，那他就坐下来，越聊越高兴，越聊越高兴，两个终于结婚了。当结婚那一夜，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讲，你知道吗？那天我不是去相亲我是因为看到你，我觉得我好喜欢你，所以我就问你是不是来相亲。你说是，我们两个就这样聊开了。那男的笑一笑说：“我那天也不是去相亲的，因为你坐下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你，所以你问我是不是相亲，我也说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在出其不意之中给我们很多的事情是你想象不到的。就像上帝，我们就像一出戏在演呢。演给天使跟狮子官看，看你扮演什么角色，这些角色你都要去珍惜它。这个故事以后再讲好了。第3个，我们要抱养主恩。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百姓是我所造的，记住哦，他所造的百姓做什么？我们都是他所造的，要做什么？要述说上帝的美德，爱保养主的恩典。什么主的恩典？你常常要喜乐啊，你要祈祷啊，你要感谢啊。当我碰到代志的时阵，我有当时就心内讲，过些大家讲，你不是常常讲叫我喜乐？报纸今仔甲妹妹的时阵我摕倒来嘛手就讲，我今仔嘛爱欢喜，我嘛爱喜乐。
我嘛爱感谢，我感谢上帝给我这个试炼啊，因为试炼到稳定了。我再强调一次，试炼才有恩典呢。这条生命的法则，一个叫做镜子法则，就是你甲遐个照镜，伫咧拄啊讲，上帝哦，你著会安尼，迄个镜在照你，你以前的代志，伫你的镜定定，你感觉种感恩的上帝，你他们照你的镜的时阵，没有笑容啊。多谢上帝，感谢主。啊，镜回报你遐啦，嘛是咧笑容呢。你也对镜咧，在横眉怒目，镜子对你也是横眉怒目呢。另外一个什么种子法则，一粒挂菜籽，种伫土里，你搁偌好的种子，你若甲放咧即世人嘛是迄点尔。总是你若甲放到土里，伊就结实侪侪呢。你是要做迄个好的种子，还是做迄个歹的种子？迄个感觉不起的种子，做米煮去尔，嘛得一点尔。一碟饭遮济，你若一点尔。总是你迄点人落伫土里来牺牲，就结实侪侪呢。这个生命法则你要怎么做？重要的你要为此做见证。你要知道那是神的恩典。有人讲昨天你摕来讲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上帝恩典。什么上帝恩典？上帝恩典是毋是上帝给我的福气叫做恩典 ？No。上帝的恩典要告诉你什么？上帝的恩典是告诉你说，我们都犯了罪。你唔通袂记咱本来足好嘢的呢？咱的先做阿东好，我迄是爱殿皇的皇主呢，无好嘢是哦。迄钱是一大堆呢，动物野兽，迄是偌水的所在呢，咱甲毁掉，然后到外口流浪，罪恶满身。上帝为着要拯救咱，差遣主耶稣基督，迄是最大的恩典呢。伊差遣主耶稣基督替咱赎罪了后，咱就有一个瓦靠哦。主耶稣基督就是咱的瓦靠，上帝恩典就是赏赐咱主耶稣基督，互咱有主耶稣基督做瓦靠。所以你任何的代志，你都要瓦靠主的。咱的祈祷嘛是用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祷的。咱有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恩典啦。人家问讲什么上帝恩典？我主就是上帝恩典啊。你讲恩典伫你的心上，我讲对主耶稣基督保护你、照顾你，伫你的心上啊。互伊倒伫溪水的草坡，带伫一个安静的水边啊。你等下经过4月山谷严惊灾害啊，迄是主的恩典呢，迄是上帝互你上大的恩典呢。这恩典是上帝互你上大的恩典，所以上帝主爱就是啥呢？就是上帝恩典。上帝恩典就是找见主耶稣基督，互你的心中有主耶稣基督，迄最大的恩典啊！你要结婚的人，恁要注意，主耶稣基督是恁最大的恩典，所以讲咱厝拢会写啥？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主耶稣基督若加一点做伙，迄是上大的恩典的。你所有物件拢会得交托伫主的手中，这个恩典就当得到满满。这是一个真大的荣耀。一个建国中学的老师叫做林明进。你若有闲上网络去看，建国中学即个老师，伊定咧讲一样代志。伊讲吼，伊咧做老师时，导护老师无拢爱维持交通，伫南海学院遐嘛，那维持交通。特别吼，弄有一个常站的人士，用一个拼转3轮车，载着一个建中的囡仔。普通囡仔若看到迄种，感觉见笑，好袂咧，即个囡仔若特别坐，迄种感觉咧。坐着即个残障3轮车，拢感觉足公平的代志。拢去停到因爸爸甲载到位，拢甲停到门口口，就互落车。就入去甲老师，老师再见。伊拢讲一句话，老师，那是我爸爸。一般人若看到，拢甲老爸讲，米较远咧，你着残障。搁驶甲一台偏转的3轮车破车，阮即种建国中学学生安尼来看起，袂啊，老师那是我爸爸。有一日，突然间迄搭出车祸，大家一场出车祸要安怎？看就是老爸，即个学生一直撞去。免啦，我无伊就好，干老爸无，他是我爸爸，一直撞去病院，去和平医院。后来老师甲问讲，看规身躯拢血，摸着老爸血，足艰苦心的。甲伊讲，你有啥话要讲无？要甲恁班上的小同学讲无？伊讲同学，我是个被弃养的婴儿啊，我是个弃婴啊，就是我爸爸妈妈抚养我长大，他们2个都是常站人士在做裁缝，
可是他们疼我，让我觉得很骄傲。每次我坐上他的三轮车，他就会说我在一个未来的科学家，所以我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这样我才对得起我的爸爸妈妈。老师从来没有再看到他爸爸来，因为他爸爸那次车祸以后2个腿又断掉，不能再载他来。然后每个教师节他就毕业，考上台大电机，然后出国达到麻省理工学院。有一天教师节，他就写一封信给他，说：“老师，我已经接我的爸爸妈妈，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博士班毕业，我已经接我的爸爸妈妈来跟我一起住了，谢谢老师。老师，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是能够看到我的爸爸妈妈。对不起，那下这。”你最高兴的不是看到上帝你的爸爸妈妈吗？你烧电子不是你最高兴的事情吗？上帝在你的心中哎，你看到他是多么高兴的事情，你有没有每天跟他在联谊呀？你有每天的祷告，你是上帝就是你的骄傲嘛。天父是我的爸爸妈妈，我讲这句话我多骄傲啊！我们要记住。永远，你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天父就是你永远的骄傲。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要诉说你的恩典，我们要随时不永烈稳定。上帝，你带我们，让我们经过这个坎，让我们在旷野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替我们所开的道路；让我们在沙漠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喝到你给我们的水。求主你照顾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心目中都得到神你的眷顾，因为神你将最大的恩典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从此我们有依靠，我们不害怕，我们永远的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一个保护者，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交托，凡事谢恩，凡事祷告，我们将我们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请大家参加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信息第593首，信息第593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这时，请师会来提奉献，咱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因奉献诗。请坐。是我来报告进前，大家先来背本周的台语的经句2摆，记在你周报内啊，哦。等你来读，看啊，我这一项新的事，哪会发现？你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搁一摆，看啊，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你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江河，伫沙漠开江河。这是咱来斗阵来念四福音的2条经句吼，用台语来念吼，用华语来念吼，还是？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再一次，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的。马太福音18章这样。好，另外一条哈，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后礼拜事奉者，请大家准备吼。再看主的动态。咱放纵吼，后礼拜开始上课，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吼，请大家准时后礼拜煞吼，就马上来开课。我来看奉献报告，请大家来看吼，若是有处理，会使向我，还是向会计来反映。消息报告，我重点来念吼。第3点。咱的晋升奖学金的申请哦，到今日为止哦，若是有合乎资格的学生，请把成绩单交予教育部的叶金安长老来确认。咱预定是后礼拜主日礼拜的时阵来颁奖哦。再来看具体的交通到大道的事项。今日礼拜后吼，咱要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哦。名单我小等的礼拜煞咱再来念哦，嘛小等嘛会请牧师来替遮的寿星，然后互因家祝福。小等的来大道的事项也为着遮的寿星吼来大道。第2是为着全球的疫情会使止息来大道。第3，为着教会福音推广甲关怀曙光来大道，求主
会使审视搁较侪同工斗阵来服侍。第四哦，为着两家，一家是洪忠义、黄碧月甲赵龙、怡杰甲囡仔。第二家是为着陈立香、黄凯、黄世杰因规家的信用、健康、学业、徛居，搁伊的工作等等的事项来代祷。即是咱来公道，为着咱周报所记载的代志哦，咱来担心来祈祷，请起立。这是咱三甲来吟诗信息第392首，信息第392首。吟诗后，请林牧师来替咱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通时时刻刻甲恁三个弟弟，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闭会。
这是咱来举行咱这个月的生日庆生会吼。啊，寿星的名单哦，我来念吼。第一吼，吴敬生执事啊，请起立哦，若是有念到会使起立哦，来。啊，搁有许丰义姐，啊，搁有戴雅慧，啊，搁有明翰，还有田军，还有文英兄，还有王文章兄哦，还有张娇香姐，还有佑熙。还有我们的严长老严志荣长老，9月14号，啊，还有钟怡礼，还有孙辉，还有郭月娥姐，文玲，还有林冬雪，还有毛秀君毛毛，还有肖丽君，还有贝如，9月27号，还有韵诗，那祝他们生日快乐。那主事满意。那还有本月寿星有遗漏者哈，也请告知我们哈。那我们也是一并来庆生。那我们来向他们唱生日快乐歌，好，总共唱2遍哈。第一遍是台语，第2遍是国语，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来为他们唱。这时哈，我们请牧师来替各位寿星，还有我们线上的就是也是这个月生日的寿星哦，我们请牧师来就斗。上帝恩典常常伫地，上帝疼痛常常甲你行咧，所以你会通对顶落来，对下底过去哩。拢是上帝恩典，也是上帝疼痛。较要紧的是，上帝有安尼咧行，上帝有安尼咧做，总是只要你欢喜，甲上帝相甲行，我相信迄个时阵就是一时一时，逐项代志拢总甲你徛起，保守甲因带。所以咱今仔日伫即个时阵的祈祷。希望咱大家欢喜，用咱的心来祈祷上帝，互上帝伫你的内面来引带，甲大家，这是啥个来祈祷？听阮的阿爸、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常常伫生日的时，检测阮常常伫行，阮家己的行，阮常常咧做家己的代志，总是阮常常将上帝甲伊放煞。主恳求你，搁一摆甲阮徛起，搁一摆帮助阮，的确着离开家己，来倚靠上帝，引带大家。对安尼咱的时刻，常常互上帝甲咱相甲伫地。即时我就用即项事对上帝祈祷。恳求上帝欢喜引带咱大家，也欢喜上帝一项一项甲咱相甲伫地，徛起咱徛起伫个所在。主愿主的恩常常甲大家相甲伫地，引带大家安安稳稳、快快乐乐来得到主你的祝福。我安尼对你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遮的寿星哦，拢会在身体平安哦，诸事满意。咱安尼就避讳，我们避讳哈。有迄个假油啊来啦吼，咱等下要离开，将摕一粒吼，应招者啊，迄装技术牛吼，咱等下要离开的时，甲将摕一粒。